大家好，歡迎嚟到粵語天地。今期我哋為大家播報最新嘅香港娛樂資訊。近日，曾經嘅 TVB 一姐鄭月玲又出嚟闖蕩啦。自從佢離開 TVB 之後，鄭月玲好似消失咗喺大眾視線裏邊。佢係 TVB 鎮台之寶，響香港都係好有號召力嘅大姐大。而家鄭月玲宣布轉型做網紅，佢開始經營自己嘅節目 A Do Show， 好多粉絲都好關注。節目嘅首期嘉賓請咗佢多年嘅好友周潤發，咁搞到成堆電影粉同觀眾都超級期待。仲震撼咗整個香港嘅係鄭月玲同周潤發竟然當眾接吻。下面就俾我哋小編慢慢同大家講，係到底發生咗咩？記唔記得鄭月玲做主持嘅時候，最初係因為外貌唔夠靚仔，所以轉去做咗主持人，結果就證明咗憑實力咁做任何事都得。鄭月玲反應快，談吐得體，成為咗香港第一嘅女主持，同沈殿霞等老前輩成日喺歡樂今宵一齊主持，而家仲係 TVB 私慶節目嘅固定陣容。一年後，鄭月玲就被 TVB 睇中做當家花旦，甚至培養佢做下一任汪明荃。佢嘅成就實係非凡，成為咗史上大滿貫得主，奪咗金馬獎、金像獎同埋 TVB 視后，係香港人人都喜歡嘅電視明星。喺電影《表姐你好嘢》，佢拿咗金像獎最佳女主角，同張曼玉、鍾楚紅合作嘅《太陽星星月亮》奪咗金馬獎影后，而喺男親女愛得到咗另一次 TVB 視后嘅殊榮。行內人都知鄭月玲係愛財如命，喺處理金錢上面從來都好清楚。鄭月玲做人好獨立理性，唔會哭哭啼啼，講求效率。時間對佢嚟講係金錢，浪費時間就等同浪費錢。喺香港嘅演藝界混亂嘅時候，鄭月玲都能夠豪爽粵老闆無論何時都無拖欠過我嘅片酬，呢個原則咁明確。哪怕係圈中大佬，鄭月玲都要求公道，做咗多少工就要收多少錢。形成鄭月玲呢種性格嘅原因有兩個，一個係實力，另一個就係她嘅家庭背景。喺童年時期，鄭月玲成績係頂尖，夢想成為一位優秀嘅女主播。但係由於家庭困難，父親無能力支持佢嘅發展，甚至拋妻棄女好多年，留低咗媽媽一個人撫養佢哋姐弟。鄭月玲從小目睹母親的辛勞，對現實中的男性投射了不幸的影子，對父親的牢騷讓她至今依然單身，家庭因素讓她當女主播的夢想破滅。鄭月玲轉行進入演藝界，成為了演員。在那個星光熠熠的年代，鄭月玲一開始未太出風頭，只能做龍套角色，逐漸尋找往上爬的良機。後來加盟無線電視，鄭月玲演出了經典劇集《網中人》，和正紅的周潤發演情侶合作無間，花邊新聞4日。發哥甚至直言：我一天愛鄭月玲10幾個小時，兩人的深厚友誼一直保持至今，合作無間，令人羨慕。連宣萱都曾說：發哥跟嘟嘟鄭月玲才是真的天造地設。鄭月玲真係天生演技派，勤奮堅毅，在演藝圈裏號稱鄭九組，意味住她最忙碌時，一日之內竟能趕赴9個劇組。在與鄭少秋、譚詠麟合作演出《天虹》後，嘟嘟正式晉升為女主角。後來的女四娘和鍾和艷亦成為了難能可貴的經典作品，同萬梓良合作的《流氓大亨》更是紅過海來，成為上海一時收視之冠。記得嗰時周海媚同劉嘉玲都係喺鄭月玲身邊撲水，劉嘉玲更曾因忘記台詞多次 NG， 被嘟嘟命令回去重溫劇本。雖然鄭月玲喺演藝方面一帆風順，不過佢喺去年宣布離開 TVB， 但顯然唔會放棄自己嘅事業。尋日佢仲邀請咗好友周潤發齊來撐場自己新節目，誓言要開始直播做網紅。喺嗰一日，鄭月玲調皮得嚟，穿住一襲黑西裝。見到佢嗰苗條身段，真係唔使諗都知佢不輸給任何年輕女星。距離65歲嘅嘟嘟仲有段距離，但最吸引眾人目光嘅，肯定係發哥驚喜現身。今次見到周潤發嘅打扮，真係啱晒香港人嘅品味。佢個身穿搭白襯衫配灰牛仔褲，肩頭隨意咁掛住件針織衫，成個碌新潮得嚟，又唔失成熟男人韻味。而且喺佢68歲嘅年紀，保養得咁好，好似跟佢平時中意跑步、行山保持健康生活有關㗎。見到老友鄭月玲，兩個大明星嘅相逢顯得熱烈得嚟，充滿情誼。發哥一把將嘟嘟姐擁入懷中，佢哋兩個嘅擁抱同親吻，
感覺真係有種人前嘅親切。而嘟嘟姐亦無拘無束地回應佢，甜蜜嘅氣氛令人羨慕。發哥更係用自己嘅廣東話即興演練經典電影《我愛扭紋柴》嘅對白，逗得鄭裕玲開懷大笑。佢掂嗰那凝望發哥嘅目光，簡直係可以用含情脈脈嚟形容。令人驚喜嘅係，佢哋除咗親吻臉頰外，發哥竟然直接嘴對嘴親了下嘟嘟姐。從佢哋嗰份默契睇落，朋友嘅關係實在好得出奇。不過，當網友見到呢種場景，都有啲嘩然。佢哋會議論呢種親密互動係咪冇顧及到邊界？咁都知發哥係一位已婚人士。發哥同陳慧蓮兩公婆嘅愛情故事喺香港娛樂圈係出名嘅甜蜜。過去佢哋嘅相遇就似劇本般嘅浪漫，最終攜手共度人生，營造咗一段模範婚姻。周潤發同妻子嘅關係，縱使經歷過幾十年，始終穩定，兩公婆之間未曾有過任何不和嘅流言，可謂一對極其難得嘅娛樂圈標杆情侶。但係嘴對嘴嘅吻這種親密行為，對不少人嚟講，通常都只限於跟伴侶之間才會發生，否則似乎有點欠缺對另一半嘅尊重。喺其他場合，發哥都曾經有過類似親熱嘅互動，就好似上個月慶祝68歲生日嗰時，佢向袁詠儀玩笑性地做出嘟嘴索吻，讓旁邊人感到十分尷尬。而坐喺一邊嘅太太陳慧蓮皺咗一下眉頭，似乎有啲唔係咁開心。睇住周潤發同鄭裕玲之間又出現咗啲親密嘅互動，真係難免令人聯想到啲咩？大家知唔知兩位都曾經合作過《網中人》《火鳳凰》等多部經典劇集，喺觀眾心目中，周鄭二人一直都係熒幕情侶嘅典範。記得多年前周潤發曾經講過，有成2年嘅時間佢哋基本上成日湊埋一齊，仲到喺晨早一睜眼望見嘅人就係鄭裕玲，所以佢哋之間嘅友誼真係好好。事實上，潤發哥本身係一個心口開朗、愛開玩笑嘅人，佢咁做可能只不過想增加下節目嘅氣氛同趣味，或者想為新節目製造啲話題，並冇其他意思。佢之前接受嘅魯豫訪問中就坦言，喺佢人生裏面最愛嘅人係佢嘅母親同太太，同埋話他哋喺佢心目中嘅地位係無人可替代嘅。發哥仲講過，妻子係佢嘅靈魂伴侶，佢哋之間嘅默契深厚，可以無話不談。而發嫂陳慧蓮亦曾經講過，對周潤發嘅愛係全心全意嘅，佢會一直支持同埋陪佢走過每一步。咁大家對呢件事嘅看法有咩唔同？歡迎喺下面評論區留言交流啊！咁今日嘅節目就到呢裏，下次再見。